林銘峰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對大埔雲福苑火災罹難嘅死者致以深切嘅哀悼，對受災嘅居民致以衷心嘅慰問，對參與救災嘅人員致以崇高嘅敬意。對於今日政務司司長提出有關大埔雲福苑火災後支援及重建工作嘅議案，我本人非常支持，並希望政府能夠推出更具體嘅長遠安置方案，同埋落實之前嘅長期住宿安排。43億捐款如何有效運用，以及點樣處理調查後發現嘅漏洞，俾災民個心能夠踏實，讓全港400多棟大廈嘅維修工程能夠早日安全復工。有部分災民希望盡快返回家園，就是否原址重建有不同意見。我個人比較支持易地原區重建或安置，咁樣先能夠讓災民早日重新安家，亦可降低今次災難對居民嘅長期心理影響。主席，我想舉2017年倫敦一棟大廈格蘭菲塔發生火災導致72人死亡嘅例子。呢棟大廈喺大火之後8年，政府先至決定拆卸，仲需時3年完成。好多生還者不單未能獲得長期嘅安置，仲要係面對廢墟下繼續接受長期嘅精神創傷治療。因此，將雲福苑拆卸原址作其他發展，對災民嘅療傷復原更為有利。當然，政府需要提供一套更周全嘅安排方案去配合。我認為坊間現時討論嘅幾個方案，包括住公屋然後領取差價補償，參考市區重建局嘅原區換樓換樓模式，喺區內物色地皮重建新雲福苑與居民，以及由政府或房委會向災民收購單位，都係可行嘅辦法，但唔能夠只有單一嘅選項，要俾災民有得揀。知道政府正透過一戶一社工收集受影響居民對長遠安置嘅初步意向，但我希望政府同時跟進保險同埋理賠公司嘅取證及賠償進度，等災民盡早知道幾時有，同時同將會有幾多賠償可以動用，咁先至會有放心去作出長遠嘅規劃。我知道保險公司已經進場取證，我都有機會睇到少少災場內部嘅照片，真係一片廢墟，見者心傷。所以除咗應急經濟援助之外，為災民提供長期嘅情緒及精神支援服務非常重要。雖然醫務衛生局以及精神健康學會、社會福機構等都提供咗適切嘅醫療及輔導服務，但正如好多災難事件一樣，精神上嘅復原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持久性嘅服務俾災民。最後，更重要嘅係，當然係點樣防範類似事故再發生嘅可能性。大火發生於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喺哀悼期後，我去不同地區都有見到，但凡正在進行外牆維修嘅大廈，都應政府嘅要求，即時將棚網下架。儘管政府日前表示，預計下星期可以將通過檢測嘅棚網分發俾承建商，再安排重新掛上。今後消防處成立嘅專責隊伍亦會進行重點巡查，快速應變小隊會喺樓宇發生火警時迅速到場檢查消防系統嘅運作情況等等。但防範於未然，點都好過燃燒後先至去撲滅。所以我支持落實法例檢討同更新，改善現有制度及堵塞漏洞，以及盡快完成火災調查，依法追究責任，向死難者同災民作出交代。主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為一場大災難，161條生命喪失，先去檢討同完善現有法例同規管制度，代價真係非常大。我哋必須盡最大努力防止悲劇重演，更重要嘅係盡快撫平創傷，俾社會回復平穩，安定民心，重拾對香港嘅信心。呢啲政府、立法會同社會各界都責無旁貸。本人謹此支持議案，多謝主席。